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牛鼻拄着贼手。牛伫咧台湾早期传统的农村社会有真重要的功能甲角色，亲像是犁田，也是拖车。牛遐大只，阁有力，农民若要使牛做事，就爱揪牛的牛角，甲伊揪东就往东，揪西就往西。若不幸拄着贼头，嘛同款互揪咧就行。所以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讲，若是你的弱点互抓着，就全部去了啊。另外一方面，嘛会使讲，咱做代志，若是有抓着伊的眉角，做起来就真凉细啊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